向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北检侦办假连署伪造案，昨昏是发动搜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有约谈主委黄丽锦如，也有书记长曹文钦、总干事姚富文甲干部詹焕川。今日透早4个人拢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也若下晡就会召开羁押庭。挂翠暗穿白衫，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伫17暗时11点到北检复审的时阵，支持者伫边仔画工油。有伪造文书吗？会觉得冤枉吗？面对记者问话无讲话，一直听到会感觉冤枉无这句话，黄丽锦如马上举quyền手回应。台北大酸五踊跃支持联署。穿黄色衫的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总干事姚富文，正书激动一直发，同款也被移送复审。国民党台北市党部铁门诱来全动封锁，北检侦办不实连署，涉嫌伪造文书，17早起发动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第一区党部顶楼的所在，约谈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书记长曹文钦、总干事姚富文，甲树林北投区党部执行长詹焕川等4人，并因为这摆搜查行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军令，动员当工日伫北检抗议。经过规暝复审，4人全部做着成案，按算今日会开羁押庭。也安尼，党主席朱立伦透过面册画写，下晡羁押庭会过一摆集合，为北检现场到4月1日开刀，会展开长期的抗战，也要互强化独裁民进党听到人民生气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一件司法调查，国民党伫昨暗毛动员党公职甲支持者去北检的外口抗议。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嘛有到位，伊即马是主张立法院应该推动倒告。朱立伦也宣布讲，已经申请好开刀的路权，爱支持者4月2日下晡去开刀抗议。北检外口的铁牙被推倒，警方出动放上头看到，群众议员继续向北检头前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暗时8点，加同市长陈前前到庭出现，加真侪群众到庭进入北检头前破的路封锁区。当选就职不到1年，没有一天在治国，没有一天为台湾在努力，只想独裁，只想消灭在野党。26号下午，在凯道店，北检侦办罢免不实连署，涉嫌伪造文书，17早起发动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第一区党部顶6个所在，查回主委黄丽锦如、总干事姚富文等人。台北市长蒋万安暗时7点半到场，伊讲家己第一摆到司法机关抗议，上责任家己承担，也提出倒告主张。我认为立法院应该推动倒戈。如果赖清德总统因此解散国会，我们就用立法院改选来对赖清德总统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台中市长罗秀燕也罕见讲谈会呼吁爱站站，因为北检就会是管制区禁止集会游行，警方也把警告3摆对强制驱离。不过现场警方用短程宽刀一直到半夜11点外，依然有抗民众不愿意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和昨昏是差不多的，大部分拢是感觉较温暖，而且有小可热。各地头的高温有28度至32度。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云会变较高，也若北部早起有一寡低暂阵雨，中昼过后，北部也有其他所在山区嘛有机会会落局部低暂雷阵雨。另外，要提醒乡亲，今日暗时开始到明仔方面会挖进咱台湾，所以落雨机会就会增加。总共伫拜6礼拜有准备要去爬山去山区的乡亲，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继续关心台东县的本社分化厂，伫今年才正式营运，尚未到16暗的时才雄庆乌烟。环保局即马是解释讲，这是厂商咧做气体测试，也毋过嘛已经要求厂商爱停烧2天，先进行检验检查，上紧19才个重新启动。
16尾仔6點即卡搭，有台東民眾發現台東縣糞掃焚化爐煙筒氰烏煙，拍開環保局的即時監測系統，發現二氧化碳數值超過600 ppm， 二氧化硫的數值嘛超過200 ppm， 比縣政府去年開爐的時陣承諾的嚴格管控數值懸出10倍，民眾真煩惱影響健康。不過環保局表示，是廠商在做測試，數值才雄雄稱懸。但是帶惡性的。分析仪在校正时候需要注入各种标准气体，去验证设备在极高跟极低尺的检测准确性。台东县议会17有真侪議員攏接到民眾講焚化爐好親像排放污染的တင်情。在臨時會緊急質詢，環保局說明，因為今年正式營運小糞掃氰烏煙研發市場內有50外個濾管，因為地動破氣造成的。不過縣議員講，去年正經完成的焚化爐，今年2月才正式營運，這麼緊就發生故障，監督機制有問題，要求縣議會嘛愛惜監督小組，才會當有效監督。我们議會監督的職權上確實是比較弱化，所以我要求環保局要來向縣議會提出一個監督小組，要由我們議員所組成。環保局17已經正式停止焚化爐燒糞掃，承諾2天內會要求廠商檢修完成，上緊19會重開。監測網站的顯示方式嘛會改成標示，讓民眾清楚知影焚化爐是佇測試，還是正常佇運轉。記者綜合報道。大家鄉親同齊關心今仔日報紙重點，咱先來看自由時報。台電核二廠員廠長詹文宏指控去年協助業者通過提到2個標案，收烏西錢，收上百萬。台北地檢署伫昨昏甲約談，嘛約談一間科學公司的負責人阿某，今日透早甲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申請羈押禁見。因為這間科學公司的負責人遭審理是以100萬交保。繼續關心中國時報，今年金蕉一台斤的價數起到100塊以上，高雄的旗山、美濃攏在搶種，中盤商即馬就有個講，金蕉的價數熱天可能會恢復正常，也毋過年底明年初有可能會因為即馬搶種排斥價數，敢有法度以此就來看天食飯。來看聯合報。價格大底收容人即馬增加，造成醫療需求嘛對咧增加。健保的總額用伫價格嘅醫療預算，去年是欠2500萬。衛福部嘅健保署即馬拍算要用有備金來補這條錢，也毋過有引起輿論，嘛引起各界有無同嘅意見。針對美國對頂關稅這個政策，咱行政院有提出880億嘅就業支持方案。行政長杜英台昨昏嘛表示，後禮拜1政府就會公布方案，對外講要安怎申請。那後禮拜4會提出相關的特別條例，送立法院去審議。也若針對要和美國談判，港總即馬是建議政府、產業、官方、學界攏愛合作，讓咱政府談判的團隊變更較強。32%的對等關稅，我相信很多人在那個時候都非常的震驚，我真的差一點昏倒。伊家己表示講，伊聽到美國總統川普對台灣是提出32%關稅時陣的衝擊。行政院長杜英台參加全國工總會員代表大會，向規場產業界頭家講，政府的880億支持方案，等持續納入業界意見，暗算日會對外公布，後邊咪推出相關特別條例和預算。我們會在下禮拜1來對外宣布所有支持方案裡面的內容的程序如何申請，時程如何訂定，而且下禮拜4的行政院院會，我們會提出一個更完整的特別條例。我們需要用特別條例涵蓋現在所有國家應該注意到的問題。我們會觀察這樣細則出來之後，怎麼樣去讓我們申請用在對的地方。做電動水產出口的業者是期待支持方案會當對症落藥。受到邀請來發表演講的鴻海董事長劉永偉講，關稅對公司一定有影響，但是因為鴻海提早佈局，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在這個影響下面，鴻海在相關的佈局已經在這個4-5年前就展開了。面對台美的談判，工總的理事長潘俊榮是當面向杜英台建議講，工業界有真濟優秀談判人才，三官合應該做伙合作來強化談判陣容。川普是商人，我們要找一些商人來配合，像秦榮華，這個是在國際上也投資很多，他跟共產黨都可以談判的。
川普他应该也不成问题。杜润台回应讲，台湾和美国排伫第一波的谈判行列内面，目前重点讨论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和出口管制、反倾销和违规转运，嘛随时向产业界来请教。另外，外界关心讲，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咱这边敢会做伙来调降汽车关税和货物税税率？财政部讲，关税调降是涉及国内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爱和经济部同盘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关税政策是翻起翻倒，引起全世界不满。今麦联储会主席鲍尔嘛表示，关税压悬有可能会害钱变薄、通货膨胀，而且失业率嘛有可能会升悬，甚至世界的经济成长拢会放慢。今麦世界贸易组织嘛表示，上海的情形，全世界的 GDP 会降7%。对着川普的关税政策冲击经济，美国联储会主席鲍尔伫16日头一解出声，伊讲关税真有可能致使通膨甲失业率同时阵增加，经济成长变慢，而整体经济更加偏离目标。Unemployment is likely to go up as the economy slows in all likelihood, and inflation is likely to go up as tariffs find their way, and some part of those tariffs come to be paid by the public. 啊，那外界关心的调降利息，鲍尔表示讲，目前国爱收集更加侪经济数据，等局势较明朗，再考虑调降基准利率。伊讲，目前政策还有真大的无确定性，袂使讲会影响到啥物。也毋过整体来讲，一定为市场运作真好，符合有机的规律。上一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警告讲，美国这一波关税带来冲击，可能致使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减0.2%。比去年有这个3%差真多，若是佫考虑了报复性关税甲其他无确定性，上歹的状况就是有可能减到1.5%。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global real GDP would be lowered by nearly 7% in the long term. This is quite significant. WTO 秘书长嘛表达伊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忧虑，估计这两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量会因为关税前来减81%，啊，若是全球的经济沿着地缘政治路线分做两个阵营，影响会真严重，全球 GDP 嘛会受灾殃，长期看来会降7%。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川普政府即嘛要求哈佛大学要取消校园的多元共用计划，也毋过是去互哈佛大学拒绝。川普即嘛虽讲伊要取消哈佛的补助，即嘛佫放调讲嘛要取消哈佛免税待遇，而且嘛要下令不爱互这间学校佫去收外国学生。啊，毋过呢，这政府歪爸爸的做法是引起全美国60间大学校长不满，因此联合徛名来支持哈佛大学，甚至有一寡学校佫要联合告川普政府乌白台预算。取消22亿美金联邦补助款，6000万美金合约金，拢无法度互哈佛大学接受联邦教育部所提出的改革要求了后，川普15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答文，表示若是哈佛继续推动政治意识形态煽动甲支持恐怖分子的一边，无定就应该取消哈佛的免税待遇，以政治实体来扣税。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隔天宣布，若是哈佛无伫4月30日前交出外国学生签证持有者非法甲暴力活动的记录，安尼就会失去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并取消2笔总额超过270万美金的拨款。哈佛是透过声明指出，会继续依法做代志，也毋望政府也会当安尼做。若是联邦政府要对哈佛这个大家庭的任何成员采取行动，希望是具有明确的证据。依照法律的程序，并尊重宪法和所有人的权利。All students here are incredibly proud right now that Harvard is standing up for academic integrity, that it's standing up for free speech, and we just hope that Harvard is gonna continue to stand up against any pressur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另外一方面，哈佛保护师生维护学术自由的努力，也得到全美国60间大学校长的联名支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伊利诺、康海尔等真侪间名校，甲哈佛以联名诉讼的方式向麻省联邦法院控告川普政府删减联邦经费的做法。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意大利的一阵意外，这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一搭空中流浪，那亲像因为缆线断去，流浪船落落去山坎。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因为当地上大雨嘛影响救灾。
这个游客被调挂出来救援成功，伊这车厢是伫经过山谷附近向卡掉的，车厢内底16人最后全部顺利为半空中卡掉的缆车内底救出来。其他伫南部那不勒斯17发生缆车落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真可能是因为一条看品管线向断去，或一个要到华佗山山顶的车厢落落去，造成重大死伤，有人失联。这山区海拔差不多1100公尺，官员表示，山顶的这车厢有紧急打档装置，暗过明显无发挥功能。另外一个伫山谷的车厢是紧急打档的成功。有超过50名的消防人员去事故现场，因为天气状况真歹，有大雾、大风甲落雨，互救援人员无法度进入缆车落落去的所在来搜救。根据缆车所在地都市斯塔比亚海保官员的讲法，缆车为顶上到山顶距离3公里，一直拢有定期安全检查。缆车兴奋箱主管伫社会媒体答问，伫山顶的这个车厢已经落落去，佮表示这是一个悲剧。当局已经对这事故展开调查。华佗山缆车1952年开始营运，1960年捌发生过同款的意外，迄时阵有7人不幸死亡。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后礼拜有可能要和乌克兰来针对乌克兰的战略还有扩散来签署协议。川普表示，伊并无要求泽伦斯基爱为洛西亚入侵乌克兰来负责。也毋过，川普嘛讲，伊对爆发这场战争这件代志真无欢喜。继续关心法新社是报讲，苏丹的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伫2023年4月份的时，就和政府军咧相战，昨昏双方各爆发冲突，造成57个人死亡。也若根据联合国的消息，这支快速支援部队伫顶一日才去攻击难民营，杀死超过400人。继续关心以下停火谈判公布成，拜三的时，以色列军方搁去轰炸加沙地区的南部，造成35个人死亡。以色列即马嘛宣布，因要伫加沙、黎巴嫩、叙利亚无限期派驻军队，嘛要继续封锁加沙。镜头转来，咱讲来关心花莲伫昨暗发生一个查甫人是凶撞入去建国路的平交道，是倒伫铁基路顶悬尾啊去互自强号弄着搞死，造成火车停驶万分。因为自强号火车顶悬的乘客讲因愿意等，所以并无搬车。即马死者的身份爱个调查。为监视气象相关看到炸弹已经放落来，这查甫人凶弄入去铁基路倒落去，结果互通过火车弄到不幸死亡。就是这边，火车刚好这样过去，然后他就撞到了。这事故发生在17暗时9点外，449次自强号经过吉安乡建国路平交道的时阵，这查甫人弄入去铁基路被弄身亡。铁路警察甲救护人员到场处理，列车停驶造成花莲到吉安之间2点外钟。因为当下车长有去问他们可能不了解这种死伤事故要提领分析。迄时阵，车顶40个乘客经过列车长问议员，表示愿意伫车顶等待火车过驶。这事故影响2班次万分。另外，这查甫人机车也伫建国路平交道当面被吹到。详细事故原因甲查甫人身份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中市有诈骗集团和一个技术师斗空，甲银行申请21个公司的人头口座，骗投资者就甲钱汇入来这口座就好。初步清查有10多人互骗去，大部分拢是退休的人，诈骗的金额加起有1亿5千万。警方入去这间透天厝，抓到诈骗集团姓陈的主嫌。来，卖引导，警察出来。警方超出手机甲公司的大细囡仔等证物，也逮捕其他嫌犯。警方调查，这个诈骗集团甲有绩效书证照细部的查某人斗空，甲银行申请21个人头公司户，全部拢是要摕去怪人假投资，互被害人汇集用的。细部绩效书的身份，除了会当暗砍金流，阁会当闪银行组织诈骗。汇入的金额这个部分，这个记账师他并没有办法去解释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相关的人士汇款到他的那个所深设的那公司行号的那个账户内，这样他认为他广设公司行号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这样子。
警方表示，全国积极打击诈骗，若有人要领较大条的钱，银行拢会关心。这个技销师利用公司要纳汇款或者是工程款的名义，甲银行领大笔现金。警方去年7月发动搜查，逮捕12个人，不法金额1.5亿。检方已经起诉10个人。有律师指出，技销师是专门协助人绩效甲纳税，若协助犯罪，毋若砍涉刑责，犯罪所得也会互退回去。记账师的本身，他在执行业务过程之中，他如果知道他的纳税义务人公司或者是行号有从事不法的行为，或者是他可能知道他在做犯罪的行为，而他觉得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帮助犯罪或者是共犯的一个情形在里面。律师表示，技销师若协助犯罪，毋若违反刑法诈欺罪，佮涉犯伪造文书甲洗钱防制法，但是参与犯罪分工也牵涉组织犯罪条例，技销师的资格也会互取消。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咱的国军，即马阁有传出战机出问题。这是昨在伫台中的青泉港基地，换上战机本地的训练，也阁发现各种各样，只好放弃起飞。加上偏乌的马强基地 IDF 战机有2件故障的事故，8天来，咱空军的战机就出3个问题。中共国际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国防部17发布查到34台强机，其中有14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也有西南空域。国家共拦6只，公务船2只出海绕台。国军出动机舰、华丽飞弹严密应处。国军3大战机之一，换上2000有优秀的枪管能力，有空前的优势，捍卫北部空防。目前有6台换上移驻台中青泉港基地，17传出1台换上发生机械各样放弃起飞。台中基地已架换向战机，本日上午执行例行训练起飞时，因机械因素放弃起飞，人机均安。后续将依既定检修并查明原因，以为飞机妥善。空军讲已经展开调查甲检修确保换上的妥善率，只是战机临时取消起飞真奇怪。专家分析，无排除甲强军加强绕台，国军陷入消磨战有关。空军针对换上是采取延长使用，毋是升级。即马任务正严，应该考虑减少飞行时速，并谨慎评估什么时阵态度换上。延寿的话呢，基本上讲它有一定它的使用时间的啊。比如说，好，你今天延个5年，那不是说这5年之内都不会保证不会坏掉，不是哦，可能要规划这些飞行员转换训练啊，比如说以后等换向航线都已经处理之后，这些飞行员他还可以做其他的飞行员的飞行嘛尤其是 F-16。针对空军8天来出现3架战机事故，立委认为国军反制强机的威胁，战机出勤率悬，加速零附件磨损，呼吁空军深入调查，确保战力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民进党内进前是传出议员的特助黄楚莹，东港区细员去互中国吸收去做交白啊，因即马拢已经封受禁见。昨昏法院开庭，确定甲因2个搁要延押2个月。即马行政长杜英台嘛指示讲，2礼拜内要来检视公务员的查核措施，嘛要研究强化方案，未来会依照公务员接触机密的程度办理查核。伫反正车行落来，这个挂喙烟，规头拢是白头鬃的，都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宜典的前特助黄楚莹。伊和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前副主任区世元，拢因涉入中国间谍案通缉案。特别晚2个月，检察官申请延押，17台北第2提审开庭。总统怎么看共谍案在党要无照卸负政治责任？各管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做外交部长的时阵，任内的幕僚何仁杰，和赖清德做副总统的时阵的基友吴尚武，拢涉嫌交付公务机密予中国。封羁禁见，面对一直传出中国间谍案，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提出包括党公职去中港爱报备等3个做法。行政院长杜英台嘛，只是建议马英成2礼拜来检视公务员中心查核措施研议强化方案。我们要去检视如何去落实他进来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要每一年来 review， 还是用怎样的方式？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精进的地方。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务人员，不是扩及打击面没有那么大，就是只是落实现有的机制，然后呢，这个救济
的管道哦，然后呢，应有的程序保障都一定是存在着的哦，不是一个漫无止境，然后呢随便这个为考核的一个制度。行政院表示讲，未来可能会以接触机密的程度来做检讨的方向，嘛思考讲，敢要加入告知了后，定期还是无定期的查核。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长陈永尧进前伫立法院讲，有打算要甲安怎判断中国对咱台湾的威胁，也有国际情势这物件写入去教材。亲像去年欧洲议会就捌谴责中国乌白解释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害台湾无法度去参加国际组织。即马国教院嘛有建议讲，未来伫课本内底，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文件、合约，拢爱用英文、原文来呈现，帮助学生囡仔来了解历史。去年10月，欧洲议会捌谴责中国不当解说，利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来摆脱台湾参与国际。因受这个议题，就有专家学者建议咱国的教科书要写好清楚。国家教育研究院在4月10日有招专家学者甲出版社来开会，建议在各中高中的课本内底，即个历史上重要的国际国旗、合约等等，应该要呈现英语原文和中文，帮助学生了解历史的原貌。中国一直引用这个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在文件中并未提及中华民国或台湾。如果孩子能看到真实的历史文件，那么再让老师跟学生去进行多元的思辨跟探讨，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可以恢复到原貌。那是2758号决议文，也有开道宣言。国教院嘛建议课本要加补充后续的旧金山合约，也有中日合约等等，完整说明战后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有历史学者表示肯定，认为课本应当在历史真相的基础顶悬，让学生对历史有清楚佮完整的脉络。安尼对台湾的历史和咱的国际处境，才会有愈侪思考佮讨论。喺教育立场，就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所以。大家咱解释无共款，但你总是爱针对重要的历史的史料的内容介绍学生知影。我相信历史的事实，就是徛咧台湾主体性这边。国教院表示，这个会议的内容虽然是建议性质，不过会议中三方都有高度的共识。这届开会来讨论教科书的编辑原则，嘛是希望让学生通学会晓对历史甲资讯的阅读甲判断思考，通对得到社会的脉动，嘛希望未来通减少外界对历史的误解。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伫高雄的南子新路这段路，学生囡仔行伫这段路，看起来拢真危险，因为这无人行道。资本市府按算要画，却因为其中有一段是私人地，无法度做。即摆议员要求市府赶紧改善。学生囡仔行伫路里，连我过这车，煞车佫是另外一只车的车后道，我的走闪回旋车行路闪来弯去，大人嘛相像。这是高雄南子区南子新路的日常。两边来车。在行进的时候，我们人又是在靠边走的情况下，边边又有车，所以我们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行走，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闪那个车子。专门的人行道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比较好？应该会，就可以让一些车不要停得太过于里面。当地本来要设单车标线型人行道，因部分路段是私人的，会看毛只好刷去。如果说你没有动到它的道路形态的话，我们不用征收它，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使用。如果确认是属继承道路，那交通局将启动后续的标线型人行道改善作业。整个配套都要出来，整个设施都才不会造成民怨啊。林武区北关高速通合步道瓦群社区的周边道路，去年10月进前嘛是同款。迄阵家长甲学生囡仔爱行伫车顶边啊，经过努力了，成功改善。有一些措施，它可以透过学校家长会去跟社区沟通。那毕竟是给小朋友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所以大家如果体认到这件事情，都会愿意做一些改变。协会讲，有一寡标线型的人行道会借着私人的土地的外围空间，比如讲停车场、店头的外面，建议使调地质图来做个案的研判。但是好好沟通，私有地也是有可能变做公共的使用，和顶较开放民众来通行的概念同款。记者综合报道。
受少子化影响，高雄市第114学年度有42间国校啊，去遐读册的1年学生囡仔无到10个人，其中有3间学校才敢若1个囡仔去报到尔。教育局即马表示，市府是袂用人数来做合并的标准，也毋过学校的学生无到40个人的学校，嘛爱提出改善计划，爱拼教学的特色。听到上课钟声，敢若一个学生行入这间教室。大树的兴田国小5年级就剩一个囡仔尔。兴田国小全校嘛，敢若37人。去年新生招着7个，今年新学年甲单只顾1个。校长讲，因为兴田是偏乡小校，所以因一直发展多元课程。囡仔大家拢会晓优秀提琴、体操、风雷嘛，常常摕金牌。不过也是避袂过大环境少子化因素。有社区的长辈来跟学校反映说，他们很喜欢学校的环境。或者是有一些爸爸妈妈来看过我们学校的简介以后，他也很喜欢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么多元的学习的方案。可是呢，大家共同的原因大概就是交通。其实114学年度，高雄市拢总有42间国小新生人数无到10人，其中有3间学校只有顾1个，就包括兴田国小。同款是偏向并试办特色课程的6区新威国小，去年无新生，今年煞有4个。不过学校甲家长也是决定，新的学年度要并校，正做美浓公兴国小分校。教育局表示，袂用学生人数来做甘麦废除，也是并校的标准。针对全校或分校学生人数未达40人，且学生流失严重者，将请学校提交永续发展3年计划，并于每学年度到校辅导访视，以利落实3年计划之执行及学校永续经营。教育局表示，会尊重地方的意见，袂凊彩甲学校废掉。亲像兴田国小，捌提出改善计划，也通过考核。不过招生人数也是袂稳定，因嘛建议新办法来应用。记者柯家珠、柯昭勇、高雄场报道。一寡人去日本佚佗，会去买 EVE 的止痛药啊。也毋过要提醒乡亲，这一排药啊，对4月份开始是去互韩国来做关税药品，袂使早入境。毋若韩国，咱台湾嘛无开放。日本这种 EVE 止痛药啊，是为少数人去日本旅游的时阵会买当台湾的药品，知名度是真悬。不过南韩为4月开始将 EVE 列为关税药品，禁止民众早入境。只有听说过很有用而已，不舒服会去看医生这样子。如果他真的是有偏头痛的那个状况的话，那它吃长久是没有效果的。根据了解，目前有6种止痛药啊，拢互南韩依照药药类管理法列为关税药品，包含 EVE、A 等等6款的药品，内底拢含有丙烯乙丙乙酸鸟的成分。EVE 止痛药内底的丙烯乙丙乙酸鸟成分是一种抗精神性的药物，会影响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有高度依赖性甲调调的特性。问南韩列管，台湾也无开放进口。为什么台湾不进口？台湾的食药署是保障民众的一个用药安全，还有包含有一个露露，它里面有那个2氢口袋因，它也是有成瘾性，所以很多人去日本啊，就买了一堆这种止痛药、感冒药，其实有时候反而吃了对身体不好。它里面是复方的药，有多种成分，有人吃了它后会有一些轻微的镇定作用，然后有人吃了它后也可能会有血小板低下。有所指出，女性痛经的时阵，有人会食 EVE 来止痛，不过因为成分的关系，反倒倒来会互肠胃无舒适，并发这症状。因此服用，若民众身体无舒适，千万唔通黑白买清药啊，这样确保用药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屏东要去小琉球爱坐船，也毋过即马公平会发现讲，那亲像有8间船公司是讲好势啊，因拢做回起价，即马是去互公平会罚1100万。今年清明连假，扫墓民众加上旅游人潮，互东港往返小琉球的码头一透早就出现排队人潮。这种画面几乎重要节日拢会看到。但是经营东流淡盐线的8间船帮业者，因为牵涉到联合起价，互公平交易委员会来开发。先后开了2次会，民宿业者的优惠票要抬涨那个价格，然后他们之后又开了1次会，要把那个散客的价格也要调涨上来。同样水平的竞争业者共同决议去抬高价格，这是公平交易法所禁止的联合行为。
公平会表示，北京业者当中有2间捌提供成人来回转票，比370块较低，优惠互相竞争。后续这2间找其他6间来开会，了后东流线民宿优惠的转票，为前当1月开始，北京继续拢是来回转票370块，半票200块。同一当4月又搁起了线客票价。加上这北京业者伫东流东盐市占率超过80%，互公平会认为因的行为影响到市场的功能。稍微贵一点。真的吗？为什么？因为行程很短。来回全票这样450，但是老板也蛮佛心，有帮我们折扣20块，所以我们是430，2张这样。暂时来到东港码头红开发的业者转票来回票价，确实拢是450块，只是面对这个红开发，总公司拢表示暂时无爱回应。公司新闻王刘婷丹、汉坤屏东报道。行政院伫昨昏公告新的修正执行死刑的规则，而且对今仔日开始实施。上大差别是，英国死刑犯若是有提出非常救济，亲像有申请就袂使执行死刑。毋过即马是要改做请求含申请拢有准拿了后，才当慢请执行。这个改变是互废死团体批评政府尽快退步。到伫今年1月，国内国执行死刑枪决犯下情杀案的黄林凯，即马法务部又搁公告修正的执行死刑规则，新规定第18上路。新规条文对照目前执行死刑必须无再审非常上诉加释刑停书伫进行，只要有替罪申请，无论是毋是受理，拢袂使枪决。新规定缩变做非常救济，伫请求申请核准了后，才会当无执行，除非伫核准前有互人裁定，会当暂停执行。配合这个宪法诉讼法的修正，以及这个宪判8字的判决，我们做一个修正。在这种配合相关法规修正的情况之下，我们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话，它是可以缩短它的预告期。这无所谓的加速不加速执行，但我们执行还是要符合宪判8的意志才能够执行。法务部表示，这项草案修正是要明确法律构成要件，甲条文的停书进行清楚定义。毋过，废死联盟等民间团体发联合声明批评法务部互人员倒退，搁质疑目前政府想要缩审缩欠决。一个冤案的造成，我们就受不了。现在修正的规则，明天就生效吧。明天生效，总长只要直接把这36个的请求，直接就说我认为没有非常上诉的理由，他直接驳回。总长现在只要直接驳回，这36个人，他随便要杀哪一个都可以。新规定伫正式有效进前，若是有提非常救济，也是适用旧法。毋过民团烦恼，若是即届相关救济互人好管，死刑犯将来恐惊随时会互人执行。伫死刑释宪判决了后，目前36个死刑犯拢已经请求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毋过结果也未公布，等由最高检伫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道的开发案，这是伫郭文哲做台北市长的任内通过宽屏的，也毋过自救会有提起法律的救济，官司拍3年外，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昨宣判撤销宽屏，也毋过台北市府讲会阁上诉。反对社道区段征收开发的自救会成员，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头前也胜诉的标语，要等11点半法院的宣判。有的民众一天根本就困袂去，不过伫上尾，因总算是等到撤销宽屏的好消息。地方上的很多老人家，他这一次心中的那块大石，至少可以放下来。前台北市的郭文哲伫任内通过面积300公顷的生态社道案，以区段来征收开发。迄当阵阁伫议会讲要甲交过去。2022年1月19，台北市环保局做第2阶段的宽屏审查，自救会伫场外也金纸伫抗议，但是案件落尾嘛是通过啊。自救会一度对诉愿到提起行政诉讼开3年外的时间。谢谢司法还我们公平正义，呼吁蒋万市长不要再提起上诉了，赶快把生态市的案撤销。帮助诉讼的律师詹顺贵讲，这样编定3万的都市计划人口，污水处理场是重要附属设施，台北市环保局煞切割无要做宽屏。另外，红报花工程的评估嘛同款袂当分割，但是嘛是伫咧第2届宽屏审查内面无去啊。因认为讲，这拢违反开发行为宽屏作业准则的规定。做了这样子的那个巨建跟切割，那也因此呢，把可能对环境中影响的重要因子都把它切出去了，就会见树不见林。这种切割方法呢，就等于是让这个2阶环评
的通过是基于一个不完整的资讯所做的判断。这样宽评的时阵，台北市政府的官派委员是回避，和民间的委员审查。台北市环保局讲，还未收到破决书，但是因会上诉。那我们还是会尊重专家学者审查结果，还是希望会上去这样。生态沙岛的开发案是引进现有3倍的人口，生活的污水敢会去污染到河川？另外，沙岛这边去环保互保化，敢会造成对化的风灾？律师詹顺贵讲，各种重要和敏感的原因拢无互提来评估。这摆上诉嘛，代表讲，法院嘛共款认定环保局伫宽评审查顶悬切割的作为是违反着宽评的精神的，再来做出一种判决。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增自由港是市电古迹，而且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最近新北市的财政局伫隔壁做公办途径，严格施工了后，却发现讲这间庙的壁出现壁损。妈祖庙即马讲，等结构工程结束了后，就会来讨论修复计划。庙内底壁倒、壁石笋等，除了壁倒，会当看到庙内涂骹也真侪所在裂开。这间新北市新增的自由宫边仔拄好咧做新北市财政局新增庙街公办途径的工程，怀疑第几日了，这地属自由宫的壁倒像为涂骹有骨来裂，拢被开损害。伫屋的中间吼，因为你屋地啊设也好啦吼，啊你起的中间也好吼，总一直震动嘛吼，啊地属于咱本宫吼。总有去损害到吼，比如讲地面啦，啊，伊个墙壁啦，吼，啊，个拱门啦，吼。庙方表示，新北自由宫是市定古迹，已经有339年的历史啊，是新庄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伫庙的边仔通看到都更案的大楼又搁咧起，这个都更案是全国头一个结合历史保存的公办都更案，对111年5月开工，预估明年的完工。新北市财政局表示。去年庙内宫门出现壁痕，已经请相关单位紧急修复。因老文化局也有请文资委员会刊规定，建设公司要定期记录损害状况。新增的裂痕及各项损坏，应加装后更换监测设备，以确认有无加速损坏之疑虑。每月向持有工提送监测报告加以说明，使庙方明了现况，庙方便可随时向实施者反映建物现况。届时建设公司也有来家倒摆检测器，逐礼拜会来检验2届，看壁损敢有扩大，若有危险性会随处理。等2个月后，结果体工程完成了后，会请第三方单位来办理所有壁损的鉴定，向文化局汇报，后续讨论修复计划。新北市政府也会请建设公司负专职负担所有修复的费用。记者张家嘅小桂林新北报道。高雄有学校连续3年拢发现粉鸟莺去做收去生卵。今年因为鸟仔收较低，所以学校就和野鸟学会合作采猎野鸡，而且搁伫网络直播记录粉鸟莺捕卵的过程。16早起9点外，昆鸟莺的鸟母雄雄徛起来看受底卵，原来是第一粒卵的鸟仔囝要出世咯。遮尔珍贵的画面，拢个直播的镜头记录落来。这是南部地区第一摆有人做粉鸟莺捕卵的直播，而且这个鸟仔收就伫高雄一间学校边仔。老实讲，这对粉鸟莺连续3档拢来学校做收，因为这摆做收的所在袂伤悬，角度更好，伊才联络高雄市野鸟学会来做直播观察。那这一次我们可以从孵蛋的时候开始做，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大部分学生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鹰怎么都市啊，或学校可能会有老鹰这样，甚至很多老师也不觉得那个老鹰会出现在都市里面。拄出世的头只鸟仔囝有白白幼萌，看起来真古锥。这摆直播对初十开始，对做收生卵捕卵，鸟仔囝出世拢会当看到。毋那将老师利用直播画面上课，线顶观看人数也超过700人。高雄市野鸟学会讲，因为粉鸟莺捕卵的时阵真惊人吵，所以地点无公开。等到第2粒卵孵出来，大约1-2个月，鸟仔囝就会离开鸟仔收。以进前的一寡研究来看，可能差不多伫迄35天至40天了后，伊就会离开。但是今年阮咧看这show的时阵有一件代志足趣味的，就是去年的鸟仔囝，今年爸爸妈妈已经做show啊，结果去年的鸟仔囝佫飞倒来伫边仔看，所以有可能嘛是拢了解伫附近遐。伫遐生活。二级保育类的粉鸟莺是少数会伫都市做收生态莺仔。学会表示，头摆直播看到民众环境遮尔好，而且会当互大家对因有更较深的认捌，感觉这摆直播真有价值。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场报道。
伫医学上，长久以来拢甲酸当作痛来治疗，也毋过酸甲痛敢有共款。酸会想要春轮，毋过痛就无想要叮当。所以中研院的研究员陈志成研究团队，即马是发现讲，酸甲痛的神经其实是无共款的。伊嘛用台语的罗马拼音创一个新词来表达酸的感觉，发表伫国际期刊。用台语来讲，酸痛、痛麻拢有无共款的症状表现。其中酸痛在国际医学旧年来拢甲酸甲痛看做同一种的治疗，毋过到底什么情形会感觉酸呢？坐较久啦，坐较久会腰较酸安尼。叫我安尼袂动啊，我就紧起来，安尼小小啊，搁叮当者。身体酸的时，咱会想要春运，若是痛根本就袂想要去叮当着。中研院生医所的研究员陈志成表示，这就是面对酸甲痛上无共的反应。经过13档的研究，发现本体感觉神经其实是一种酸甲神经。研究团队特别把酸的感觉用台语酸的罗马拼音，新创一个专业名词，号做 Sensation， 伫咧国际重要的学术期刊《科学前沿》发表。你若讲酸甲痛无共款，伊讲特别的神经，所以。阮这篇论文就是找到真正有酸的神经，那因为有酸的神经，阮才会通讲酸甲痛无共款。另外嘛，因为台语和英语、日本话、韩国话拢无共款，有特别区别酸甲痛，互陈志成对酸的研究愈做愈深。伊找32位专家来讨论，包括医学、体学、语言学等等，找出酸的无共表现。比如运动了后的酸，甲做手术了后的酸拢无共款。研究团队拍算性列出16个甲酸有关的字词，未来嘛按算要写作论文，伫咧国内外发表。因拢甲酸当作痛的一部分，所以变得讲咱为什么讲咱台湾设计一寡无共款的字来解释讲啥物是酸啊？伊是安无甲痛有啥物无共？因为咱上清楚。陈志成表示，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无同，互咱对酸的感觉有愈有路的表达方式，互台湾人有话语权，通去解说什么是酸，深化 Sensation 的研究。伊认为这项研究若是愈侪人参与，毋但医学上通改变对酸的治疗方式，嘛通促进药物药理的开发。无论是对运动伤害，还是老人照护等等，拢是真重要的发现。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2025年威尼斯的建筑双年展5月7日要起稿。咱台湾这届有13组作品要去参加展览。这届台湾馆的主题是无信用。团队希望透过建筑作品，展示咱台湾面对威胁、面对无确定性，台湾人是安怎展现人性。这道光明顶壁正面是旧摆的妈祖神尊，后壁是一片一片的镜片，远远看，阁会当看出来台湾的形。这是5月份要去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展，放伫台湾馆要展出的作品之一。这届伫台湾馆的主题叫做无信仰，飘动世界台湾智慧。文化部伫咧出发进前举办记者会，文化部表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台湾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希望透过建筑模型，向世界传达台湾是一个什么款的国家，咱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咱台湾的信仰又是什么。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主题，其实它刚好可以把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些心境去做一个表达。邻居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像最近的这个关税事件，我会发现我们的压力真的也不止，它无所不在。这点人表示，无论是地动，也是中国的军事恐吓，台湾人对未来充满无确定性。但是，咱透过人工智慧来建立国际地位，但这点互人形容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也加做台湾人的另外一款信仰。但是，经济开发若收过头，就伤害地球，造成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互咱伫咧信仰和无信仰之间来来回回。目前从疫情开始，台积电的晶片变成一个筹码。甚至变成我们的护国神山，但是这个台积电的这样的信仰之下，其实它对我们台湾的实质的空间环境也带来了非常多剧烈的影响。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5月7日起稿，台湾计共有13组的作品参加展览。这点人希望透过这作品呈现台湾人长期面对社会无确定性所培养出来心理韧性。记者戴阿选柯宾哲台北报道。
科学家最近伫海洋普查的时，伫南大西洋的深海发现一只大型的鱿鱼，伊的学名叫做大王酸浆鱿。这款深海鱿鱼大只了后，体型会当超过7公尺长，等于是2只吉林鹿遐尼长。伊的体重会当达到500公斤重，这嘛是人类头一届翕到伊伫深海的形。带乡亲同齐来看。这种生物有透明圆球形的身体，佮有一对佮大佮金的目睭，远远看到佮准是海体，但伊其实是还未大汉的大型鱿鱼，学名叫做大王酸浆鱿鱼。科学家最近在做海洋普查，伫南大西洋南山明地岛附近600公尺深的海域探勘的时阵，意外发现这种生物。They were not specifically targeting the colossal squid. They were looking to see what deep sea animals were around. And as their ROV Sebastian descended through the water column, they glimpsed this small glass squid. 这只大只鱿鱼囡仔身长差不多30公分，大汉了后身体就会对透明变作红色。成年的大只鱿鱼对伊的尾到伊的手身长会当到7公尺，重500公斤。背鳍脚的四盘顶悬有标志性的钩仔，这含伊淡薄仔性的冰川玻璃目差得无共。2014年，纽西兰的科学家捌伫个南极发现一只重350公斤的大型大王酸浆鱿鱼，敢若目睭的直径就35公分。迄当阵伊洪解冻做研究的时阵有公开过。And we'll lift it up and give you an idea of exactly how massive. 不过科学家过去是毋捌看过深海的大鱿鱼伫海内面活动的形，这摆是第一摆翕到活的大鱿鱼的影像，互因是真痛。I really love that we have seen a young colossal squid first. This animal is so beautiful. It helps us to shine a bit of a light on the animal without some of that monster frenzy hype that we may get when we eventually do see a large colossal squid. 听讲挪威传说内面海怪的原型都是对巨型大王酸浆鱿鱼来的，这嘛予伊增加真侪神秘感。这种大型鱿鱼是安怎对真歹互发现的透明的形，大汉了后变作这么大只，搁要等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天气报你知，介乡亲则会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8度。各乡亲则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